身邊嘅係今場賽事嘅最佳自由防守球員馮浩遼，恭喜晒你攞得呢一個個人獎項，自己有啲咩感受咧？對於今場比賽同埋呢個獎項？我覺得主要係成個球隊嘅發揮係超出預常嘅，係又我哋對手係非常強勁啦。我哋比賽前做咗好多部署，又今日都用上咗。我哋呢場比賽非常精彩，又覺得係一個圓滿嘅結局。自己有啲咩最大嘅得着啊？喺呢2日嘅賽事入邊，成隊波好似一夜成長咗，因為我哋之前打對拔萃嘅時候係25-6嘅個比分喺落後度，不過今日可以打到5局係非常滿意。自己將來會唔會想繼續喺運動呢一方面發展，或者係繼續打排球㗎？想衝擊甲一呢個位置。好，再一次恭喜晒，同埋唔該晒你。